愛經》慈愛經一個潔淨潔淨的修行者、善善行行者，為了了解解決決獲得寧寧靜，他應該如何是修行、修學、難難幹、幹、誠誠懇、專端正、直直接、恭敬、易教、溫和、不高傲、知足、易用、易讓、小本事、小本事、生活簡樸、生活簡樸、諸根直正、技能完善、謹慎、謙謙虛、不粗魯、不貪求、不執着、以俗家，不做任何事後將受之者指責之事，這樣的想，願一切眾生喜樂平安，願一切眾生心得喜樂，所有的眾生，無論是弱或強，長或大，中等或短小，精細或粗淺的，可見或不可見，遠或近，已出生的或將投生的，願一切眾生都快樂，願人們不相互欺騙，或在任何地方輕視任何人，不應以憤怒、敵意而詛咒，希望他人受苦。正如一位母親捨命保護自己唯一的兒子，她更應當對一切眾生讓他散發出無量的慈心，以對整個宇宙散發出無量的慈愛，自上至下，遍及四方，無障礙，無親恨，無敵意，無論是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臥着，凡情事，他應當確立此念，覺醒正念，能以是者，這被稱為即時即地的梵志之心，不落入邪見，不入邪見，
有計得，有計得，具足之見，具足之見，及斷除，及斷除，感官貪欲，感官貪欲，他將肯定不再投胎。然而我對正法的堅定信心，以離苦得樂，健康平靜。沙土。